选手萨拉斯，04年雅典残奥会标枪和铅球项目的双料冠军，同时也是06年荷兰阿森世锦赛的铁饼冠军得主。2568号，这是来自突尼斯的本杰马，06年荷兰阿森世锦赛女子铅球项目的第4名，07年马阿伯运动会的女子铁饼项目冠军。1844号，就是06年荷兰阿森世锦赛的银牌得主，来自新西兰的哈米尔，同时他也是新西兰的全国冠军。2113号，来自乌克兰的选手亚基诺丘克，04年雅典残奥会铅球项目的亚军得主，铁饼项目的第4名得主，04年荷兰世锦赛的亚军。我们期待这位运动员在今天仍然能够拥有出色发挥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now the scoreboard is established. The women's distance go out in 2:34:51 to 53. Medicus with a bid number of 1570, together with number 2068, Benjamin Yusra from Tunisia. They have the best silver record so far. 17点整，与赛场本色正式开始。